今個詞類老記也都分享給大家，唔知大家有知道講，兩個好啲人生活地圖真嘅當實用哦，乜個時節都用得到。係講你喺啲個時候，哇，咁樣時間過安嘅，我面前第一部分呢又辣睇咧，唔記得，好唔怕一下停定阿中股空下來，過來複習一擺，今日學到嘅句型有哪度？第一個句型咩？也啉水咩當重要？啉水咩當重要？澆水也很重要，來聽下南溪燕強。啉水咩該重要？聽一下，花白咧咩愛嘟好，花盆咧咩愛嘟好，花盆也要剛剛好，下輩咩做得了解種花嘅秘密？你也可以了解種花的趣味。來聽下南溪燕強。咩做得了解種花嘅秘密？好，聽一個句型係親最，比如講日頭親重要，陽光最重要，剪刀輕利，剪刀最銳利，剪刀尖輕危險，剪刀很尖銳最危險，